下令吧，北落师门，我愿听候一次你的指令，让你亲自了却这段恩怨。命令我把他们通通的干掉。光明和正义是自己给自己的，老子就是法，老子就是王。这些令人作呕的残兵败将，留他何用？你还等什么？如今我已与你是一路人，如果如此甚好。脱离了将军令，从今日起，我便不再是镇魂将。曹彦兵，我命令你，立刻助我解开身上的枷锁，咱一起把这儿毁个精光！够爽快！在这大殿的所有正义之徒，一个也别给我放过！你想怎样？让腐朽的一切，如同这王座一般！让我试试！取出典韦，给我上！遵命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区蝼蚁，也敢在此放肆！尔等鼠辈，快来受死！